这摆配合外国语言菜单改造的50间店家，似乎做一摆定系因免费翻译成日本、韩国、泰国甲越南这4种语言的成果。其中安平商圈所配合的店家嘛，认为新菜单一推出以后，明显增加人客。因为英文我们可以听关键字我们还稍微讲什么，可是泰语跟粤语的话完全都听不懂。那幸好透过这个计划，我们就是可以把照片、商品还有那个泰语、粤语结合在商品上面，大家用纸的我们就可以做生意，我觉得非常的方便，对我们店家非常大的帮助。我们现在的话基本就是那个日语、还有英语跟那个韩语三种。那基本上，当然，我有些店家他会比较顾虑，就说，我不会讲，那怎么办？可是我可能我没有那种天分。那其实这方面都不用担心，因为市政府他们有提供那个一些，他们有一种叫做服务的电话专线。为了让翻译更带进台南小姐等美食的原本内容，让外国人客明白，其实参照中药材配方，就让外国老师相当头疼。包括曾经担任日文翻译的观光旅游局长嘛，坦承有难度，除了直接翻译，嘛当搭配多案说明。我反正日文的时候啊，是有些中药都没有日文，所以直接放下去那个中文的字一样的字幕，然后直接念日文这样子。先让这些民众这些外籍的旅客来到台湾，他可以记得这些菜肴的名字，那同时再辅以照片来做一个搭配。那有的呢，甚至我们还会多做一些那个辅助的说明，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处理。台南市为了营造友善的旅游环境，让外国观光客来台南方便享受，避免因为语言失去生理。市府表示，菜单翻译加客车稳定的培训已经成功踏出第一步。那我们总共有50家的店家来加入这一个行列哈。那当然，除了我们的菜单优化之外，我们现在除了中英嘛哈，那加上了日韩泰越，也是主要属于在台南里面非常大宗的观光客哈的主要的来源，让我们的这个菜单能够更为普及化。那国外的旅客到了台南之后，会非常清楚台南著名的小吃要到哪里去，好，或者是我们要怎么去点菜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可以增加我们那个台南在观光的这个深度跟广度。目前防疫阶段，外国观光客受到限制，不过徛伫超前部署的立场，台南已经喘便便，一旦开放，都会当应付。台南新闻，郭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。